在咧新闻来关心特勤中队，这个特勤中队配合这个行动反恐的特殊勤务的需要，装备甲人员的训练拢真要紧。高雄市特勤中队今年补11个少年人，为了提升这少年特勤人员的因的安全，强化战术经验。头一摆要这来开设练习用铁门，或者同仁了解各种类型的门径也是锁，提升行动的效能甲战斗力，会使伫上短时间内完成任务。 特勤人员全副武装展开任务，爱闭关，搁爱破门，配合各种特殊勤务的需求。人间中勇敢的特勤，会使伫黄金时间内掠到歹徒，解救人质。上重要的是平常时的战术模拟和训练。 这新买的装备叫做雷开式练习用铁门。这3个月，一批少年的特勤人员一直训练，才会当掠到爱用偌大力，爱用什么角度，对各类型的门、轻锁判断爱用多一种工具。任何门锁都有可能会松脱，因为你破坏掉内部的结构之后，它就开始松脱，然后最后就会一个力道，它就会直接破。除了铁门，嘛有要限制空间的架帮，伫室内凊彩刷叮当，让大家适应各种地形的变化来做演练。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攻坚环境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去因应，以及快速的突入破门？根据统计，高雄市特勤中队伫去年110年有27场大型行动。最近新入来11位少年的人员，利用新的装备积极训练，要提升实际特勤的战力和效能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